日期老师啊，就是画画啊，就是对不啥是连嘛门子。你们莫个头你是啥头体质？有天里边有那嘛，莫个头你是啥头体质？以后话呢，俺有老怕里边我带老家送俺喽，我呢俺习惯米马路马格里，头体质过比不多哦，妈咪有多呢？我三奶过点时呢，俺习惯米马路马格里，我妈妈咪有多。是怕那个电视呢，有野马鸡瓜，乌啥哩？个啷个马路的下面嘛个哩，别嘛，木瓜头瓜比有得别嘛个啦，再木瓜头，嘿，吃里头吃蹄子，俺六百年以后话乌啥呢？有米米啊比有点泥啊喽，是怕呢有的。瑞奇啊比米都给送啊喽，一里对就是的呢，家嘛的下面嘛的大大个啷个？对，乌啥那个电视呢？有嘛老嘛的西里嘛个哩。俺是不懂，为啥呢？有秘密啊，有奸人啊！那次呢，他妈过一脚的，俺那一手里不得对你，一手里不那次呢，他妈过觉得，俺都衣服里没得是quoi，秘密啊里边，俺都来路，一我的好久个，只有都过多做了的，没在谁个过觉得奸人，一手里不得花里子，一我的为啥路家？为啥呢？有奸人，有秘密啊就，你们有那关密？有见你，那个别人的东西，只有都做别人，为啥那个点的，为啥的我不快的，为啥里有的，就老家店啊，有见你啊，有秘密啊，有他们的字，一里对着说的呢，家嘛的下面嘛的大个人哦，为啥咱不为啥你了的就是的呢？为啥里的心里的是家嘛的呢？的心里嘛的大个啊几个人哦，就安呢，你家吃是别去，一里面头个。此时对孩子，一那一节课过有啥事？一几年那一课过去读了嘛，是这里边干喽。一片你去干呢，茶嘛得就嘛去，木可看了米家乡嘛去，一色米嘛那对喽。对，为啥那个电视呢？家乡嘛去，他们关系都做了别个家乡嘛去。为啥那个咱了？为啥在家嘛不都？一咱女的呢？家嘛的下面嘛的，大阿几个人别嘛里边，一呢，为啥那个电视呢？一节课过十字都到嘛里边，一节课过点的，一节课过都到嘛十字呢？啊，这个你吃，一节课过嘛都到嘛呢？哇，一把过呢，西边呢，这个地方给丢的咖喱，我们呢，有讲呢，有事啊。十字一节课过把天都到嘛呢？一是俩这个对啊，一片个你吃，啊，这个吃够就啊，这个吃啊，而且不都丢咖啡。一节嘛，那一节课过，一节课过，秋呀嘛不都啊？这个你吃，没哈嘛里了，没差的提苦绿巴那边米，一年就想嘛吃，没苦卡里个就想嘛吃，一年啊这个你吃装，一节课过，一节去啥嘛不都呢？一是你嘛那对啊就，为啥那个电视拉出去高兴？为啥那个电嘛拉出啊？天米马路嘛给里边是，一那个电的十字听嘛里边刚边是，嘛那是对嘛那你吃咖边是。啊，里头是下季都走了哩，木可看哩咋都嘛就，he木可都走了哩，也想嘛吃不是？为啥那个的？为啥里个咋啦？为啥对我路说呢？为啥里马路嘛个哩？啊，这个咋啦？咱们的心里嘛个大就为啥呢？啊，这个啦就为啥你了就是那个？有不？对了，为啥你了那个或是谁都是为啥里有野马子有对个啦那么表？为啥你了的就是嘞？谁点嘛这个？为啥你了那个谁点嘞？木瓜头提推啥子个狗饼？一那一节课过都他妈十字里边啊嘛不读你，一什么那对是呢？啊是一样米，去喽，对里边，为啥那个电视拉出去有呢？马路的西嘛个里嘛的是个，啊是一样米去喽，啊是一样米去就，你们为啥咱能不我对你嘛？啊米是米啊，妈妈你被冒了的，可为那对提子过可为那花父母过对了，可觉得一花父母过丢，花父母过嘛怕你被冒了的，啊你别的。马怕哦，有嘛那你那是的那次呀嘛那一家也就，啊可一家也嘛那对你呀，一点那地方嘛能也就，啊但是你在那地方嘛能说的他们也能有嘞，那是嘛那嘛也没别就，我在屋啥一家别就，我屋啥我比爹，我在屋啥嘎达家别就，我比我咱家里边就，故事里边提子马怕，谁无怕提子嘛呢？那没怕提子嘛呢？那只是怕提子嘛呢？我那都一时嘛，一来过提哥那就马怕我嘛，一时提哥的，一时嘛就感觉是就提过一来过去啊。那是主要什么？一时嘛，马旁边来光哥的使用，过三年不要都来光嘛过呢？天露晒发用，一时嘛哥露晒发用，
我是不都地当啊，对就，我在那无啥一讲啊，无啥明年拉出去的技术，我娘嘛无啥的我得一讲啊，我得路家店啊，对了别就，无啥米都过就都路行，有俺米，无啥你来得缺的呐，无啥那个点的呐，一节课过等他们是这啊，他们不是么能是对俺们里边，俺们拉从俺们里边，俺们是这里边，无啥那个点是的呐，啊什么嘛路嘛个里，有也嘛这个啷个，一啊是也没二创哦。啊，可求你下，有20求你下，为啥你能求来？为啥得活来？啊，今年一个是个么个求了？阿里提大米，阿里干米，别是对家你，阿里提西嘛为啥米结果？吃了不啊？别嘛对家子，你嘛能活起来？我的是为啥哩？为啥那个？吃了嘛就为啥得来？就是有你认识，为啥得个点的？为啥那个点的？为啥得我不夸的？为啥哩？啊这个啦哦，为啥米结果点是呐？有嘛楼梯洗里嘛个里，有的对了别嘛个啦，去干吃的就啊。这个别嘛头个女生一对啥子，路配过点米，哈米哈把过点米，就洗去喽。为啥那个点是拉手？路配过点里点，哈米哈把过点点，我就我把过点点，什么木过点点，我嘛木过点点，就什么木过点点，什么木过点点，阿里过点米，就洗去喽。为啥这样的？对了别嘛，可我有那，听你我你是为啥在哈留对象啊？你嘛才介意？我里干那边一般一光山里东西去了，阿里干里干，为啥我比点？我花两五百嘛的，有为啥的我都是你？阿里过点米，你嘛他这里？我还没有把我就我把点，我把怎么点？你嘛他这里？我把这点出不路屁过点，我赶去吃啥点边米？为啥的嘛是你？一共有你阿里过点米？为啥的我路？为啥那个点的呐？就是讲哦，阿是也没马路嘛个里，俺那个干什么？我们提课，你可提课过，有过比提咋说个在学什么嘛？你可提课，一节一屋头个啥吃顿吃些子，牙膏呢，喇叭那来拍过点嘛，门洗里嘛不多，其中有做面了的，一在一暖面全门台，俺路过也是哦，俺路过比喇嘛门洗了，俺一样哦，对了别台，我在喇叭那里，我呢弄不多，一会花过比，在学什么干嘛我咱们了，我的年弄年我比。点起来，对了别哦，喇叭那里牙膏一年过点的，在学的面可有没用？我们不能弄太意思，我到底点起来，弄我比点的，在学的面可有没嘛？我咱们了，而且不都一会花过比，在学的嘛我咱们了，我们不都弄太意思，我在地么这点起来，俺们个点起来太意思，对了别。对家呢，阿爸个叫阿爸妈对阿妈一台，阿爸妈个比提早有里巴里嘛过下面有这么一台，有西瓜里的有西里呢，啊呢，提嘛我们咋起来？提嘛我们里巴嘞，一排嘛那可好起来，啊可直起来，为啥你了可就过起来，错对嘞，一排里巴里嘛这个点对你家嘛？阿爸阿爷提吃过叫里，阿爸阿爷嘛这么一台，为啥你了得出过嘛？我就是叫嘛咋弄啊台，里巴里嘛过去，说你嘛。里巴里嘛过去是对你啦，我们不都有过比提早，牙膏不都喇叭呐，一把把白喇叭那个，为啥过比个在学的面，可是我们咱你们了就，一节屋头啥次沟通我这个，有时等一就是一直的，我听你他不一会儿的，有时等不得发现呀比，一下面比一脚嘛阿几个，去走喽，对。有时点嘛，有时个为啥你了得出？为啥你了得对出？对你一把牙膏，一把叶啥？阿爸就提脱，为啥你了得出去哪台？出哪台？有时点米，阿里过几这面白米，为啥过比妈妈儿子学长？为啥那个点嘛不懂？为啥那个点是拉出的马路马个里子马苗都过边嘛里边？为啥那个点嘛拉出？阿里个点没有的妈妈嘛有点的黑嘛里儿子学长么是不？有里巴里嘛里么是？对呢，有为啥我娘了？为啥的我不可来？为啥那个点嘞？有妈妈里嘛吃？有过比提早是门里过下面有这么对嘛一来？为啥你了那个点嘞？他们例子，以啥也都。确吃提腿，骨子吃子。一我吃着来着么呢？出西部过路过米都装哦。一我来着不米，把西部过路过啥都装哦。一我在路木上俺他不呢？一我在那一会儿里，我就大个嘛，把西部俺路比养哦，对。安娜，我听嘛那是个你找我都我呢，啊是嘛那么偏，咋啥点啥呢？啊是一个就是呢，安呢，我听嘛那个点啥嘛，为啥过别个圈嘛别他，
阿妈你一到下吧，后头阿爸也不提吃过脚里，为啥你来在秋大嘛不都？一仔一女，你把你妈过去，出西床啊，别多的过别了。我在一次在来着呢，从媳妇过路过米都装哦，米都就是票啦。一来着不呢，把媳妇过路过啥都就是哦。你们有理把你妈不有在有女不？为啥没结果？推理多么对母那嘛，推理个里那么呢？有阿爸妈不可塞头那个不？有没结果阿爸不俺阿爸不个里塞头够凶？你们有个塞头，有的咋个叫阿爸？哎，有理把你妈不个，就是是怕那个比母那么呢？有推理塞头嘞，有家嘛也得是俺阿爸妈的提一打嘞，阿爸也提一打嘞，阿母那个提一打，提里那打为啥你那得提出那打？提出在阿爸妈里叠加，阿爸也里叠加，对里头就是你把。你妈过去，不错过了过米都就那嘛，不错过了过啥都就那嘛。你们有谁点说有在有女不别个，你把你妈别个有家嘛？为啥那个点生呢？而且过米马路嘛，格里那嘛，是怕那个点头里说，我头里说有一类，我在有亚嘛几个，提这里提这个，为啥哩？家嘛和某个人，家嘛就个人，家嘛一某个人。一我在路木松那他不呢？一我在那，一个话里个我就打个嘛，把些我比一个我，啊那我有么呢？我的嘛那那个吃呢？我有么那过一个对啊过一个那是一个，我都一时怕这个屁股嘛，在一时怕一个的，不在学那个可没多久啊，他妈过一个天嘛，可我多啊，那里都是出杂噻，对了别话不错不，为啥子嘛叔叔有出牌不？我睇阿里别就呗。一我在那，一我那乌沙拉虫啊，一我那乌沙杂牛啊，一我在那乌沙里个我就都是拉虫啊，别嘛，不错的乌沙在有不lang啊，不错的乌沙拉虫别嘛适量啊，你没有，谁出来？啊，那有在有女里巴里嘛不里个里边，啊你个cha，谁出来，我过来，啊可以嘞，是怕那个电视呢，乌沙在我不可来。我在那有嘛老嘛的心里嘛个里，有对家嘛有呀嘛，啊这为啥你了在出事？花在那为啥里个啦哦？他米里子，我嘛你去啥个的去？为啥个啦嘛个在学啥呢？马路嘛个里嘛里嘛也比这样没这了咯，一过去个啦就为啥呢？你我的头里头提着就洗着过去，那么吃着来着么嘛？刚才是光没吃嘛不么嘛？一把家嘛一点嘛的，对你。你我的头里头提着就洗着，提我们那里没去嘛啥嘛啦？一是怕你没能咋怕为啥么意思？一平时怕过就提着，没去嘛没咋弄没对你没去嘛啥嘛啦？一张人洗的地头里进行的，一把嘛小表嘛没能咋怕？为啥么意思？为啥啦错？小后来嘛个就有，后来嘛个做嘛苦，也你嘛啦，因为啥嘛啦做嘛苦。咱侬你起码个复活嘛发生，我睇，后来不是老，后来不是你弄啥嘛啦？阿姆那弄怕小，阿姆那弄个俺弄在后来做嘛苦嘛不多呢，侬在你起码那俺弄知道都一样呢，俺弄就把俺弄阿里边里一来，俺弄一个电视俺弄知道都一样呢，俺弄就不一样呢，对不对？我们是花哟，一嘛那一嘛听嘛丢，一嘛那你嘛想呢？俺在你有嘛俺就陪你嘛就会怕西端你走，阿姆俺提我真有俺在侬你有是带有。后来不让不都后来天有，是就把也有。后来他妈最多的过7年，但是侬怎么流浪？对，啊那样的问题是最多啊。可你们想一妈妈可你们想啊，可我苦，对，可我苦，你们想的太，听你觉得一妈妈都叫起了是，为啥啦？从没能咋怕一里下家呀？没能咋怕一里下家有？我看为啥啦？从一里小没能咋怕？我意思怕爹在后来不的嘛，后来不嘛。后来个嘛，这个现那地里小，侬我里边为啥么意思？我们能咋怕我一个？俺们按照你现那后来不是你带有，所以我就把也有，俺你们想不到，一里下在头里边没有，为啥啦？做们能咋怕一里下在头里地有，头里边没有？哎，我别没去嘛，我别侬在俺洗衣家里呗，侬在侬比如俺洗衣家那大，俺洗衣家嘞，侬俺洗着，俺现那，俺洗里嘛着，我那个去吃天气屋那着。去吃天气屋就，去吃天气屋呢就，我边那里侬想去吃天气屋衣服装备呢？衣服侬能秋天穿一挂衣服嘛我，侬你我把那个你我衣服嘛你嘛的我，错卡的卡挂，侬能秋天就在衣服我，衣服我是我毕业啊，就我在弄完别他，弄什么了？啊，可么资格？
啊，可只是呢，一可那个，衣服挺麻的，弄脚嘛，啊，这次何必哩子衣服嘛，啊，几个衣服啊何必子，一没挺麻就他俺走你下，啊嘞，对，啊，这次嘛，衣服嘛衣服嘛得了，这个嘛就有你啥得了，这嘛隔壁都有得了，啊嘛就来嘛就有隔壁有得了，啊，这次嘛个衣服嘛，我就得了，人哪有就，人哪他没能咋怕。为啥拉走伊里下里边嘛里边，我能一度了？为啥拉走能边嘛里边一度了？俺们的意思呗，5个，我们是15个，5个是哪个来嘛祝福？这15个，俺那为啥一家呢？阿姐说俺那屋里一位吃买下，俺那妈里嘛是俺你吃啥吃嘛个？阿姐屋都有，这车俺姐屋都有，不太，二来嘛足够。啊，这个来嘛，做过了，二来嘛做过了。啊，那第二啥腿？一地嘛那弄啥嘛了做？啊，那你干啥？为啥个啦嘛？为啥学的呢？一地过去个啦？说着你个啦嘛？一地你嘛个啦嘛？鱼落嘛落的，俺那天你们吃鱼你想，天你们吃我你小那个一天两个啦不？对，说着嘛那天个，那出去年的个。我哩白米，那从你鱼落嘛落的个啦哎，咱落都嘛落的个啦，地花个哩你花嘛个啦，你花个哩啥花嘛个啦？我哩白米，为啥呢？我哩嘛嘎，一那个地嘛拉出的那为啥哩我哩嘛嘎，一地的过去个啦啊，一地的过去个啊，俺你干啥？我来哩最多嘛的啥？一地里我啥嘛了最多里就用，俺那你们啥呢？俺这你是嘛？说你我来这样不都带有别人？嘛俺嘛，为啥拉出的别买它？哇！啊，这次提衣服嘛，我就二来的最多，鱼都来就一地里的，俺你干啥？我妈是不懂啊！一爸家嘛拉出有些，没能咋怕有些，为啥拉出我些？我不懂为啥拉出就陪他几十年陪他，一是嘛一直弄么啊？对你嘛？我一是怕没能咋怕我被那个一家我弄但是一家那大别大一家老头，啊爸妈家嘛一直在弄个家嘛，这里漂老不？漂亮的嘛，有晒出来。啊，个干啥？在你我的头里次你过就里次里嘛那里运对嘞，里次你过就里次里过去。我讲呢，巴里下过比拉出的有拉丝，为啥拉出一里下的，15米拉嘛这里写的嘛，爸你吃快比这女是带个拉喽，我哩呢一里下里没能咋怕不带，不个那么拖个喽，我才一带瑜伽手里。推嘛呢拉出天下有带咋落都家啦，别喽，一里下里破个是，侬嘛家下一我带不个咋，阿六百年一活哩。一我咋不离干呢？一直连心哦，别喽比别个喽，对，那做训呐，啊那俺是你的你一打嘛，天面的不一打嘛，你还怎么弄啊是咋弄啊是？你们想嘛？天面的不下那个你们想，弄你们是你们想。这过一里下的瑜伽说，一就拍不够里点就，一里下你那屋上你听了别啊，一直里这两，你啥地方在不个咋，不个多别打。天来嘛，你吃饭嘛？做啥天哈的咋不两个都家啦？也就帮忙过一里下的里头的白事，那他马虎不个，为啥里这两个别不个不的呢？一直里这用，俺你干啥？为啥那个地是？为啥你来得出来呢？马路的下面嘛个里，一直里过前面为啥里个啦喽？别么的有他们例子，那下你米嘛苦，和你下你别是你，奥利亚都他都家下。他都叫不喝嘛，之前的啊多，之前过对啥了？为啥没结果都叫不喝都挺喜嘛就啊？阿就一带来句，阿就为啥带个？为啥带的？我带为啥哩呢？一直里子呢有带个啦啊，别的带有他们例子啊，他们例子，在那从我都带个咱们光马骨头抽头，啥子我例子啥子过个？对你嘛，我你嘛，爸我边。为啥你跟我就是把意思你跟我就个呢？那从我都从把咱的咋苦下的我都咋不了就？你那样，咱们这两年把你们是，俺们提吃过白他呢，我可以过那个过几个咱们咋的面嘞？我他个咱们咋的面不俺？对呀，咱们咋的嘛白是？为啥那个第二天呢？为啥的第二天呢？为啥哩？咱路的干嘛吃？一滴滴那个为啥哩？
古朗哦，你妈他这里为啥的阿特米我可是地嘞，一直嘛吃你弄苦地就，爸爸我别我你妈妈过去吃你弄苦地过去，我都嘛就咋不会，咋女咋么咋的嘛说的就，马可都很推，你只管比，กู只管去妈咪，爸爸是别比我咋你啥妈妈过去，拉从里头的个咋个，从巴扎的里头，我咋么咋你把你们收拾，一直里地就洗弄苦，对你打。为啥个那么呢？一直地过去个啦啊！你妈他这里有为啥的？下头门都多着的，为啥那个地是呢？为啥的我不可是？为啥的地嘞？为啥你了在花嘞？为啥你了在出嘞？我天呐！马路公都家米，马达里我都家米，为啥你大里脏？马路我都家米，为啥你一地地里脏？哟，你妈他这里，因为的子，皮里皮头里头吃个子。我为啥呢？耶稣就说那个，也表了两马铺个不他妈的出事，我有一马我他不隔壁拉脏哦，阿门。对，这都不咯，别都国家台，不打嘛，皮里皮头来学条嘛我在一里都打嘛，皮里皮裤子穿呢，这都不咯的都打嘛，裤子穿啊嘛，不都一别都国家米，一你妈妈这里，一裤子穿不得，一你晒个发。一裤子穿过地台，裤子穿不了一家、多家、铺一家了，是呢。啊，这个为啥么一脚嘛过？啊，是哩，有个嘛的，有呀嘛就过咋不都不哩过都咋都是呢？一家那么裤子穿的，一里的咋？为啥在地家？一里的咋？裤子穿的个就个家，皮里皮头里头吃裤子。我为啥呢？就是也是那个，也比如两马铺个不长嘛，但就是，我有呀嘛，我咋不隔壁了？咋我比一裤子穿不个，对哩。这都不落里地讲啊！有嘛跑不听你可是做不二的我国家的什么？有可是做不米对里晒出来，是怕那个电视呢晒出来的呐？为啥哩？有嘛楼梯西嘛个例子，有亚麻机过，有的嘛啊，里巴里嘛过去，里咋过去？为啥米都让我？为啥哩一讲我？啊，你看起来你们去为啥别去？说干嘛？妈咪。因为都为啥那个电视呢？是关于马路马格里，一天有的马路马格里嘛啊，有过比有点的数，有点嘛黑比，有点嘛，二十岁的门数门副数，吃着来着咱女啊，就俺们二十岁的门哦，你去啥个的去哪里？为啥你跟那么二十岁的呢？马路马格里一滴滴的过去个啦哦，这里啥个说个？一滴滴的嘛的肯定嘛，一滴滴的嘛的肯定下马路铁路嘛的，这下的也没下的，一滴滴的那么别有是怕那个电视呢，我路嘞，是怕那个电视呢，为啥你跟那么的我路的嘞？为啥你跟那么的阿天米我不可是？为啥的二的我可嘞？为啥的？米都给嘞，为啥的？我不可嘞？为啥你了在出嘞？为啥你了在花嘞？别的嘛，都提里，都咋？你啥去说干嘛？为啥那个电视我嘛个在学着，比了里过去，地里过去，有过比的咱们过去别嘛？啊，可不嘛别去说么干呢？你没过去有的咋晒出嘞？的咋我子晒出去嘞？别嘛？为啥别去的？我那我就是那个为啥是连嘛么子？我可不让我就是叫嘛别去也是怕，谁面是怕谁的嘛爸爸你在想么？你别去谁的嘛别去的我你可入么子爸爸说，可入么嘛子你嘛那个下个他是出去是票了子，我你过了嘛话，对家务很你家路多嘛路去里边面，你别去他嘛别讲么的，为啥那个电视在那马路嘛去里子，一滴滴里过前面讲哦，别嘛你别去别讲么的，我你活起是推里过不，过了嘛过嘛出去夜里嘛就在出去夜里。那么我能活起是把你了在出巴了那么为啥那个电视妈妈个在就在比了的过去没巴了那么咱nu吃在来在过去为啥你了在出巴了那么我能在个就是就是嘞在就在胡个嘞三点嘛三面我能那个阿天米就是嘞就是就是嘞花过的花哈过比了的子嘞点嘛子你别看嘛米里那么耶稣米过比点哦推了票了子想